继续来看辉达半导体公司的创办人黄仁勋宣布，甲联发科来合作，联手来推进着车用的市场。今仔日包括着辉达甲联发科的股票拢来起。黄仁勋表示，伊旗下上强的 AI 人工智慧超级电脑，按算今年的年底开始提供货品。台湾的厂商是由广达集团抢着头香，嘛带动今仔日广达的股票对得起。针对这个状况，分析师认为，广达的合作案毋若好着台湾做晶片、做代工的厂商，若是扩大人工智慧产业的应用，未来更加有发展。It's a steal at the night market. That would be big news. Which one? There are many in Taipei. That's secret. 刮刀擦边的喝。辉达创办人黄仁勋和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两个人西港上杯，谈了20年好朋友，交情是真歹。黄仁勋来台湾媒体小姐采访，因即马嘛将做是新一盘两间公司共同宣布进军车用市场。And I'm so excited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after so many years after knowing Jensen to really work together as partners, and going for a bright future in the automotive business. But anyways, I think it's an incredibly good idea. This is a partnership made in Taiwan. 那和联发科合作，黄仁勋嘛讲，上新的 AI 超级电脑预计今年底就开始供货。台湾手由广达集团抢着头香，提先出货，嘛带动科技股的股价。到今日下午1点，包括辉达起2.54%，股价来到389.46美金；联发科起4.07%，来到768块台票。广达起1.75%，来到116块台票。第二大厂鸿海嘛起1.9%。那 AI 供应链的概念这一块来讲的话，那么当然第一个这个受惠的应该是台积电。那这一些的这个零组件的供应链来讲的话，那当然以后呢，也应该会有机会呢，随着这个辉达的发展而占有一席之地。分析师认为，辉达除了会当带动台湾厂供应链，那是会当混跨 AI 产业，未来3年到5年的市场前景会更加看好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